讲到咱的民众是真关注这世界12强棒球赛，咱的台湾队长陈杰宪伫咧比赛冠军赛时阵呢，是讲出一个3分的红不让了后，伫个胸坎比一个四角形的手势，伊讲这是代表台湾的意思。对民间团体讲，即摆比赛，那咱国内真侪民众拢叫咱家己是台湾队，连国外也媒体用台湾队这个名。民间团体是认为讲，咱着爱赶紧来推动这名，互咱的代表队伫未来比赛当中，拢会当用台湾队这个名出国比赛。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得到冠军。伫对战日本队的冠军赛，咱队长陈杰宪讲出3分红让了后，这个四角形的手势，互外界好显代表什么？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从台湾来的。真的很谢谢你们相挺，咱都是台湾人，谢谢，谢谢。虽然咱参赛队名是用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不过为球员、球迷到侪国内外媒体，拢是叫咱台湾队。有民间团体认为，即马台湾民间甲国际社会拢叫咱台湾这个名已经有意识，应该趁这个机会推出正名。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其实对台湾可能无重视啦。啊，经过这几年来吼，咱台湾的名声吼，在世界上有名啦吼，啊，大家拢称呼咱台湾。2018年的时，前田建国手举证发起公投，希望咱通以台湾这个名申请参加2020东京奥运，落尾公投无通过。其中就是有包括运动员甲民众烦恼，用台湾申请比赛会低输咱的参赛权，互中国打压。变成台湾队啊，可能就是变成说有进一步的突破，感觉会引起一些大陆的不满，然后就有一些争议之类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啊。以前的国家拢对这中国这个独裁这反感啦，所以咱其实可以结合这些爱好民主的国家来对共同来对中国有关这个抗议。咱相信国内先做起，叫我到真正改这个台湾。民间团体讲，台湾队正名会使民间、政府做会杀，民间为改变口语、书写款式开始正名台湾队。政府也通透过外交系统，为理念相同的国家开始推出台湾这个名。但是民众也烦恼，这个行动会刺激中国，就可能需要政府激头壳斟酌计划，一步一步来推出。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